立身，在家不输给出家。我们这个道场居士林做在家的，居士林我看看他们董事会里面董事没有出家人，都是在家人，从他们明常到理事都是在家人。在家人做佛教事业弘法立身，成就相当辉煌。我们在许多地区国家都曾经看到。在台湾，像过去在台中李南老居士，现在的加拿大土公夏老居士，在泰国都有很了不起的在家的大德，在家的菩萨主持佛法。所以不要误会，认为修行一定要出家，出家才能成就，这个观念是错误。也有人问，你既然这样说法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？我就跟他讲，我没有出家，我没有家，没有家出什么家？我没有家，在台湾我一个人没有家。我很喜欢这个衣服，穿起来很舒服，很自在。这是讲到回向众生，这个道理非常之深，非常之广。第三是回向实际，实际就是真理本性，我们要证的。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这三处，回向实际就是明心见性，其他我都不要，我们所求的明心见性而已，那就对了。这样子，你身心世界自然就放下了。二，须知庄严佛净土，净是最要紧。土于何净？由心净耳。必须心净，所以庄严不能得相。若心取相，见不清净。这句话说得非常好。我们天天在念庄严佛净土，有没有一次庄严过？可能念了一生，从来没有一次相应过，真的很冤枉。为什么不相应？根本没有把这个意思搞清楚，还以为真的天天在做庄严佛净土的事情，哪里知道从来没有做过一次。今天我们晓得了，要用清净心，心净则土净，心里含着香，与什么庄严？嘴皮上的庄严，实际上与庄严根本不相干。这才晓得清净心是如何的重要，清净心是真心。一切时，一切事，一切境缘之中，尽是物质环境，人事环境，在这里面去修什么？修清净心。怎样修清净心？修不着香，不着香心就清净，不着香才真正庄严佛净土。庄严佛净土几个字不要念，真的庄严了。我们天天念也没庄严过，人家不念就庄严了。我们天天念，没法子庄严，与庄严都不相干。三，庄严佛土，亦不取得，不断念。则非其不取得相，是名其非断裂相。庄严佛土，亦不取得，不断裂，因为两边要离，空有不着，所以经文上有，则非有，是名。非其不取得相，行而无其果得，得而无其果得，这是不取得相。是名其非断裂相，他是真的在行，真的在做，不知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、真修、真干，时时刻刻没有间断的在做。这六大纲领，六个原则，无论在任何一桩事情，每一桩事情都具足这六个纲领。就像世尊前面所示现的穿衣里面，这六个纲领具足。吃饭的时候，这六个纲领也具足。所以人家穿衣是修六波罗蜜，吃饭也是修六波罗蜜。
经送客，家里有客人来接待，客人了走送客，统统都是6波罗蜜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那个生活叫菩萨行，菩萨的生活。我们在生活中分别、执着、起心动念，就是6道凡夫的生活。虽然生生世世修行，依旧不能出离6道轮回，原因在此地。今天我们把原因找到了，明白了，只要把这个原因消除，我们就出离3界，永脱轮回。所以不住香，也不能断灭香。不断灭香就是做，认真去做。虽然做，心中若无实事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样做与《金刚经》的修学宗旨就相近，也就是无住修心。4. 净地顺胜。